大家好，我係 Sammy。好耐都冇出過旅行片啦，之前封關呢，周圍都去唔到啊。通翻關之後呢，啲機票又俾人搶到貴晒，成日都冇機位啊。最重要係我隻貓有病啊，要早晚餵藥。結果呢，舊年10月呢，好多人呢陸陸續續開始去旅行啦，我就等足成年，要今年11月啊先至有得去。一來呢，就咁啱機票有位啦，二嚟呢，都要多謝我朋友照顧我隻貓。人生有個真正朋友的確好極。今次點解揀和歌山呢？就係因為佢啦。節目入邊呢，就有介紹到和歌山88呢條單車路線啦，好似幾好玩咁喎，咁就揀咗呢度啦。有理冇理買咗張去大阪關西機場嘅機票先啦，前後呢就9日8夜啦。咁啊買咗機票呢，先嚟度行程喎，咁就上網一睇。大鑊！坊間呢，原來有關和歌山88單車資料呢，唔算好多啫喎。嗱，佢有個官方網站嘅，但啲路線呢，就一忽忽咁，就唔係好完整嘅。網上面呢，亦揾唔到一個呢好完整嘅和歌山88嘅路線圖嘅。嗰陣時呢，就突然之間覺得會唔會揀錯咗地方啊？使唔使轉地點去大阪啊、京都嗰度踩單車船呢？咁好彩啊！呢個時候呢，又係好朋友幫忙嘅時間啊！佢呢，原來喺幾年前呢，喺日本買咗本和歌山88嘅單車雜誌喎，成本呢都係講和歌山88單車路線嘅。咁除咗有地圖啊、景點介紹之外呢，最緊要呢仲有高度啊！你知啦，踩單車度行程嗰陣啊，要踩幾長啊，咁都要睇下沿路有幾多斜路噶嘛。咁有咗呢本雜誌呢，就解決咗我好多嘅問題嘅。咁度成個行程呢，就快咗好多啦。咁既然我今次去完啦，我就將我啲行程啊、啲資料啊整理完之後呢，就開心 share 翻俾大家啦。大家日後呢，跟住玩又好啊，自己修修改改啊，變出你自己想要嘅行程都得嘅。所以呢，今次就會做一輯呢單車踩爆和歌山系列嘅影片啊。唔單止有行程啦，仲會呢有啲關於日本踩單車要注意嘅事項嘅，一一話晒俾大家聽。有興趣嘅朋友呢，記住 subscribe 我 Sam Sam Channel 啦。仲有我嘅 Facebook 專頁 Sam Sam 自由部落啦，同埋 IG 啊。另外我仲會呢將啲行程資料呢放上一個 blog 嘅上面嘅。如果大家想要單車嘅 GPX file 嘅路線呢，咁都可以上去睇嘅，連結呢就放喺影片資訊欄嗰度啦。和歌山88顧名思義，總長度係有成800公里嘅單車路線啦。覆蓋成個和歌山縣嘅，佢唔係一個咧單一嘅車道嚟㗎，並唔係由某個點 start， 然後喺某個點 stop， 而係一個單車嘅公路網啦。凡係咧和歌山88嘅單車道咧，都會有個藍色嘅標記嘅，或者係兩條線啦，有啲咧係一啲 mark 咁樣啦，藍色嘅 mark。呢個地圖呢，就係和歌山88嘅路線網絡啦。北面呢，就係和歌山市啦，然後呢，就可以沿海踩嘅，可以經過白旗海岸啊、白濱啊、串本等等嘅地方啦，亦都有山路踩嘅，大家可以踩上去高野山啊，仲有行山聖地嘅紅野啊。沿途咧，大家咧都會經過一啲漁港啊、農莊啊，可以食到咧好新鮮嘅魚生啊、生果啊咁樣，仲可以睇到世界文化遺產，好似咧好出名嘅紅野本宮大社啊，而當中咧亦都有好多溫泉嘅勝地嘅，好似我今次咧就去咗4個溫泉酒店啦。有川湯溫泉啊、聖浦啊、串本啊同埋白濱咁樣，另外仲有好獨特嘅自然地貌啦，好似串本就有橋坑岩啊、牡丹岩啊，白濱就有千蝶夫同埋三段壁啊，仲有個好靚嘅海岸白旗海岸嘅，啲石係白色嘅，哇睇落好似雪山咁啊！路線有易有難，所以咧大家咧就要就住自己嘅能力咧，同埋你想睇啲咩景點咧，自己去設計路線啦。
喺和歌山88路線上面啦，都有幾多單車嘅 support 嘅。例如一啲車站或者名勝景點啊，都會有一啲單車架咧，就俾大家咧可以免費擺單車嘅。咁啊，有啲酒店都會有單車架噶。咁啊，甚至乎咧有啲咧會有埋氣泵咧，俾你打胎氣咁樣喎。而最特別嘅咧就係由裕芳至到新豐一段嘅 JR 路線咧，大家咧係可以咧就咁將架單車推上去架 JR 上面，唔使揾個袋包住架車嘅。因為咧喺日本好多地方啦，如果你要咧帶住單車去搭 JR 咧，係要包實架車嘅，咁啊孭上膊咁樣行嘅，咁啊好重噶嘛。而我咧頭先講嗰段和歌山 JR 路線啦，咁其實好近咧單車路線嘅，咁啊大家咧設計路線嗰陣時咧就可以就住自己嘅能力配合埋 JR 咧，咁就去玩啊咁樣，就好似我自己咧當初設計行程嗰陣咧，都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啦，低估咗路線嘅難度啦。咁啊，結果日日都要 cut 行程，咁啊要搭翻 JR 咧就追翻啲行程翻嚟啊！咁啊，如果大家 check 得準啲火車時間咧，喺設計行程上面咧彈性就會大好多啦。講咗咁耐，我嘅行程又係點呢？大家想唔想知啊？咁啊，先簡介咗咧我呢9日8夜嘅行程啦。咁之後咧，每一日咧，我都會再有片咧講嗰個路線係點玩啊。咁啊，當中有啲咩景點可以睇啊？咁沿路嘅經歷係點啊？咁啊，今次旅程咧有一樣嘢係好深刻嘅，我話覺得咧和歌山咧當地啲人係好好嘅。嗱，咁竟然咧知道我踩單車啦，會送啲零食啊、生果俾我哋啊。咁喺我哋睇緊啲景點嗰陣咧，又會主動停低去講解啦。咁啊，雖然最後咧都係雞同鴨講嘅，因為我唔識日文啊嘛，而佢哋又唔識英文喎。咁見到佢哋咧都好努力咧，想我明白咁樣，成個旅程咧個感覺係非常之好，非常之咁啊，都係嗰句啦。想知道咧我嘅旅程的話咧，就快啲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或者 follow 我嘅 Facebook Sam Sam 自由部落或者 IG 啦。講翻行程啊，第一日咧就因為早機到啦，我係有成日時間玩嘅，咁所以第一日咧就喺和歌山市裏面踩啦。喺和歌山市咧就有條紀之川路線嘅，係和歌山88入面裏邊咧就算係入門級嘅路線，因為咧基本上係平路嚟嘅，幾好踩噶。不過咧我就揀咗咧就踩咗去西北面嘅加太，咁就去咗太平洋岸單車公路嘅終點打卡位嘅，嗰度咧個海邊都好靚嘅，而且加太咧就係一個漁港嚟嘅，我哋咧仲有幸咧就食到一個好新鮮即日釣到嘅魚生飯添。咁呢日咧我哋仲特別去咗貴志站啦，咁啊特別搭上咧即係一架貓列車嘅。至於第二日咧，就自駕遊去咗高野山。其實高野山咧都可以踩上去嘅，但因為咧我喺網上面咧一查咧，我到大阪嗰陣咧，原來已經係高野山紅葉水尾喎。咁啊，於是想爭取時間咧，咁去睇紅葉啦，就租車自駕遊嘅。而且高野山嗰條路咧，真係都幾高幾斜下嘅。第二日到大阪唔好咁辛苦啦。咁啊，何況我租咗架車啦，我可以將架單車擺喺個車尾箱嗰度噶嘛。咁啊，諗住咧就泊低架車咧喺高野山之後咧，就攞架單車落去 hea 踩啦。點知咧最意想不到嘅咧就係我睇紅葉咧就變咗睇雪景啊！上到去高野山竟然落雪喎，咁啊連單車都踩唔到嘅。不過都唔緊要，由我哋咧落翻山之後咧，咁啊去橋本市咧就去咗一個公園，都可以俾我睇到紅葉。咁啊一次過咧一日就滿足晒，可以睇紅葉同埋睇雪景，超滿足啊！呢日嘅行程咧係搭車為主嘅，因為今日嘅目的地咧係熊野本宮，由和歌山咧要先搭 JR 去到紀伊田邊，再轉巴士，車程夾埋咧要4-5個鐘㗎，所以咧要晨咁早6點鐘起身出行啊，先可以趕得切喺中午到達嘅。呢
呢度有世界遺產熊野本宮大社，仲有大鳥居同埋大齋園。唔行山的話呢，半日已經夠玩噶啦。然後呢，我哋就踩去川湯溫泉，因為我哋當晚係住宿喺嗰度嘅。可以話咧，呢日先係我嘅單車之旅正式開始啊！咁啊，由川湯溫泉咧就一直踩到去新宮啦。咁呢一段路係沿河邊踩，風景好靚噶。咁喺新宮咧就到訪咗2個景點，一個咧就係神倉神社，喺呢度咧可以俯瞰到咧就成個新宮市嘅，咁啊值得嚟噶。另外一個咧就係世界遺產熊野畜浴大社啦，喺度咧食過飯之後咧又繼續踩去紀伊聖浦。咁啊紀伊聖浦咧就除咗溫泉出名之外啦，呢度仲係一個小漁港嚟嘅。咁喺第2朝一早咧就可以去睇下個魚市場啊，咁附近仲可以食到新鮮嘅魚生飯做早餐添。食完早餐之後咧，就搭火車去古座度起步，咁啊踩單車去到一個咧叫做一枚岩嘅名勝啦。咁啊沿途仲會經過咧牡丹岩嘅，咁啊地勢算係平坦啊，幾好踩嘅呢段路。咁啊過咗古座之後咧，咁啊沿海踩，咁啊不久咧就會到咗好出名嘅景點橋坑岩啦。咁啊睇完橋坑岩啊，咁啊一直踩到落串本，然之後全日最辛苦嘅路段呢，係喺最後出現嘅。到潮甲嘅本州最南陂嗰度呢，就竟然要上一條大斜路喎。咁啊本來呢，最後呢都想環島嘅，咁啊點知最後都唔夠時間啦。喺最南陂嗰度呢，就睇完個日落呢，就要沿路踩翻去串本市嗰度休息啦。呢日嘅路程咧，原本係想由串本一直踩到去白濱嘅，但實在路線咧成70幾公里太長㗎啦。咁啊，加上咧想喺白濱魚市場嗰度就食午飯啦，所以就 cut 行程嘅。咁啊，最初嘅計劃咧係諗住踩到去周參見站嗰度咧就搭 JR 啦，點知咧個路況咧就比想像中係難踩嘅。雖然嗰段海邊路咧風景係幾靚嘅，但係沿途太多上落車啦，又多大型車輛喎，咁啊驚住趕唔到火車啦，咁啊於是咧我哋就選擇早一個站搭車，就喺健老津車站嗰度撤出啦。咁啊下晝咧就到達白濱啦，咁就踩咗去魚市場嗰度咧就食午飯啦。咁啊食完午飯咧，我哋咧就再要趕過去咧圓月島嗰邊，啱啱好趕得切可以睇日落嘅。因為尋日咧就趕唔切去千蝶夫同埋三段壁，咁啊所以咧今朝咧就一早咧就先去咗白濱呢2個名勝嘅。而今日嘅住宿咧，因為 book 咗喺遊良町嗰邊啦，因為路途都幾遙遠嘅，即係如果由白濱踩過去咧係要80幾公里，咁啊焗住要 cut 行程噶啦。咁啊於是咧就選擇咧就搭 JR 去到御坊再起步踩過去嘅。咁 JR 咧就可以選擇喺白濱搭，亦都可以咧就選擇咧踩單車咧去紀伊田邊嗰邊之後嘅火車站搭嘅。因為由紀伊田邊咧向和歌山方向咧嗰邊嗰個班次咧係會比較密嘅，反而喺白濱嘅火車係會較疏啦。咁啊所以我哋決定咧就由白濱就踩大約20公里，就去到紀伊田邊下一個車站方陽站嗰度咧就搭車嘅。咁啊呢條路線咧都幾平坦，而且中間咧就可以去到一個景點叫天神崎嘅。咁之後搭 JR 去到御坊啦，咁御坊嗰邊食完飯再起步咧，咁就踩去遊良町嘅。而呢一段路線咧，其實中間咧有幾個斜坡要踩，都幾辛苦嘅。又要講喺日落之前咧到達住宿喎，哇！真係有一定難度㗎。
呢一日上半日嘅路線呢，就係由游良町嘅住宿呢，就踩到湯淺啦。咁啊，沿途嘅景點呢，就係八旗海岸啦。呢度呢，就有日本愛琴海之稱啊，因為呢度都係白色嘅石灰岩嚟嘅。咁啊，有個藍色大海襯托住，風景超靚嘅。咁啊，之後呢，就一直呢，就踩到去湯淺啦。湯淺呢，就係一個日本豉油嘅發源地嚟嘅，嗰度有一個醬油博物館嘅。咁啊，附近都係一啲傳統嘅日本建築群啦，都幾值得到此一遊㗎。咁然之後由湯淺咧搭 JR 去到南海站啦，咁啊踩單車去到和歌山遊艇城同埋黑潮市場嘅，咁啊之後咧就可以一直咧沿路咧就踩翻和歌山港啊，翻和歌山市咁樣咯。第9日嘅行程咧就係早機返香港啦，冇乜嘢好講啦。想知道更加多詳細嘅路線資料啊，同埋行程咧，記住留意我嘅 channel 啦，會陸續咧拍片同大家講嘅。未 subscribe 嘅快啲 subscribe 我 Sam channel 啦。